邊會諗到用微波爐都可以整到咁鬆軟嘅海綿蛋糕？加上面頭嘅 Ricotta Mousse 賣翻你100零蚊都唔過分。今次會用到呢部微波蒸汽烤焗3大功能集於一身嘅 Toshiba 3合1微波蒸焗爐，將蛋糕將材料打勻，就可以裝入氮氣噴槍，然後擠入紙杯至半滿狀態，然後用 Toshiba 3合1微波蒸焗爐叮1分鐘，拎出嚟之後反轉紙杯放涼，混合 Ricotta、mascarpone 糖同埋淡忌廉，輕輕撈勻之後就可以放入支袋備用。將染過油嘅薄荷葉鋪上微波爐保鮮紙，包住吉幾個窿就可以用微波爐叮2至3分鐘，直到薄荷葉變成脆身，就可以開始組裝。將海綿蛋糕介出嚟，放上碟，喺上面搽上冧酒咖啡液，滋上 Ricotta Mousse， 然後抹平個表面，撒上可可粉，再放上用微波爐叮嘅薄荷葉就搞掂。如果冇氮氣噴槍嘅話，發起蛋白再撈入蛋糕，亦都可以做到相同嘅效果。而家用任何牌子嘅微波爐、焗爐同埋水波爐去換 Toshiba 嘅料理之象系列，即日去到1月31號都可以享有去舊迎新 Trade-in 優惠，包括 Toshiba 全新嵌入式微波氣炸蒸焗爐都可以享有呢個優惠，最高可以換領500蚊超市禮券。快啲撳入下邊條 link了解詳情啦！